台南市政府为了推广农村社区体验，串联了5条主要的干线，包括台17、台19、台3线以及市道172、175游亭。游亭当中有26个农村社区，希望迎上在地美食、产业文化加朴实的感动，让观光客亲日旅游。上午市长黄伟哲加农委会水保局以及农业局长做伙打上5条路线。并且甲侪民代贵宾共同推荐，邀请全国民众用定兴农游券来台南农村好好耍一抓。我们在有很棒，台巴士，很像在闯关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。台19甲，也张市长说的，保证让你不会3条线，台南农村好好玩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所谓农游5轴线，当然是跟随着农业产业带。在山边，在海线分山线跟海线。那当然，我们有台3线啦，也有84线哈。那还有台84，还有许多的这个路线都规划得很好，而且最重要是要跟我们产业相结合。那每个线的都有每个点的这个串联在一起，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让值得一游的。当然，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农村风光，也有都市风景那但是在台南山跟海、乡村跟都市、南跟北、宗教跟文化、美食跟古迹都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来台南旅游参加农游5轴线，我相信一个轴线游个2-3天5轴线正好游个半个月那非常适合你来，而且可以分次来。人讲愈在地就愈国际，记者会现场嘛展出26个社区的特色风味甲软实力相当丰富，同时透过影片宣传5条干线、29条推荐的游亭，不管是山线或者是海线，都有无同的风情。欢迎大家好好来体验台南农村的美好。台南新闻管制何小芳采访报道。